经过判断，这两个消防人员可能就是救灾的时阵，这空气干啊用甲大底，才会出意外来过往。台北市消防局是表示讲，这空气干啊使用时间，甲个人的心肺功能是有关系。这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建议讲，要强化救灾方式，甲空气干啊的管理，才会当来降低风险。空气干啊警报声音弹啊，提醒消防员，干啊内底空气量在50巴以下。267夜新德市大楼火灾，两个消防员干啊空气干啊，空气用真死亡，引发社会关心。台北市消防局讲，以火场的长度工作为例，一般一支气干啊要有250巴以上，用15到20分钟警报就会弹了。我们要预留一定的空气量。所以说，我们进去是花了100巴，那我们就要预估回来的时候，势必得要回来有100巴以上的气量来做评估。当达到产下警报已经是最不得已的时候。王田警讲，以平均数字来看，当独工作之下，空气干啊若是警报弹剩50巴，可能会使再用5到10分钟。不过爱看个人心脾的状况，所以训练时会建立个人平常时的数据，帮助消防员入火场时，能更加好管控空气干啊的使用。我们平常有做空气呼吸器的训练，你自己的体能跟你自己的耗气量，你自己能把握的话，你进火场你的安全就可以自己去掌控。有近5年来，全国至少10名消防员拍火时胜绩，其中中华交友大楼甲新德市这摆火灾，拢技术是消防员伫搜查任命时，空气干啊用真力力。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建议，强化救灾方式甲空气干啊管理的共识原则，可帮降低救援风险。气瓶的我们叫空气管理这个3分法的部分是没有一个共识的，救灾连个最基础打底的那个原则都会因为个体的指挥官甚至不同的县市的状况不同而有高低差距之分。王田警讲，消防员入去火场拢有3层安全的机制，头一层是小组火盘中间互相支援，第二层是其他小组协助支援，第3层是出动 RIT 紧急救援小组救人，而且消防员拢有扎这救命器，那会使家己拍开发出声音来求救。那消防员伫工作所在一段时间无线电动，救命器也家己弹，避免消防员拄到危急状况无法度求助。记者综合报道。